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年的节目是咱记得炮歌声，节目开始带来一首《白花女之恋》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叫做《白花女之恋》吼，来，今天的节目叫做《记得歌声》，每一天一个时间，江林跟方林来做陪伴吼。谢谢咱的龙中大哥、显萌大哥、方正大哥，谢谢哦，还有咱曾芳大哥，吼，谢谢淑梅姐好，东特大哥、龙华大哥，当下你好。哦，徐爸爸、徐妈妈、秀仁大哥，吼，感谢先叔哥哥哈，来美兰姐、明杰大哥、邱金嫂啊，啊，还有咱这青花姐姐哈，淑珍姐、古大姐阿姐，感谢恁默默给我声哈，好啊，今仔日呢是快乐的星期一，但是我咧讲，咱咧上班的人讲哦，第一天吼，那安尼休2天啊，啊，那第一天上班的时阵吼，拢感觉讲安尼。精神无讲介理想，迄个魂啊，魂啊，飞去，还袂飞去，还袂飞转，是还袂倒转来，是还袂坐床，昨还袂10床啦。阮小妹啊，哦啊带一寡好朋友来，哦啊其中有一对翁仔某啊吼，啊咱要泡茶互伊啉，啊某我惊啉茶时阵吼，会困袂去。啊，喝咖啡好不好？哇，喝咖啡搁较严重，迄天哦吼，冰来冰去，真鱼啊，真甲天光啦吼。哎，我想想讲，人客人来，咱敢无可能干那白滚水尔，对无吼？对。好，我就甲用一个啥你知？吼，去用一个咱碗啉的咸酸甜，吼，你敢知影？我昨吼，就安尼，像啊一杯。人人知影，迄个咸酸甜。
我你讲吼，甲落咧草两滴落去的时阵吼，两粒两粒喏，你敢知两粒，这真正的啦。观众朋友吼，嘿阮这园林嘛，园林敢若一个山骹路尔吼。迄口音就无共款，毋是应情应唱，机啊变冷冷定定对无吼？定。阮园林住伫山骹即边，真正是安做比真的啦吼。阮大姨就住伫山骹即边，离园林街啊嘛隔壁啊，庄叫做园林的山骹路。嘿，对，你敢知？人伊讲，咱拢讲两对无？对。人伊拢讲两啦。两。嘿，头家啊，两包蒸两粒啊，嘿，两包蒸两粒，嘿，两就是两。对，我咧讲真吼，我是用的矿泉水，吼，转人伊都咖啡也无啉，是，吼，茶也无啉，吼，嘿，加困袂去。落两粒，咱这咸酸甜园林的咸酸甜，吼，落落了，我讲你个等者啦，等超10外分啊，安尼吼。因为呢，今仔我甲落落去时阵，超10外分了后，我讲你啉看嘛，这绝对吼，互你安尼心情轻松。是啊。因为咱知影讲吼，这蜜饯内底咸酸甜，会甜嘛，有甜嘛。甜的时阵，酸甘甜啊，酸甘甜，嘿，迄上天然呢，迄食着哈啦，心情就会好。是。吼，昨吼一个摕互啉了，了转啉一转啊啦，哎呦！那会遮好啉啦！是啊，我毋捌啉过，讲吼哈，这咸酸甜会当泡茶讲。气味好，搁而且吼，现啉哎呦，这个酒的成功，超10外分就提起啊。系啊，搁会解酒的功能。对。对无？你若做茶啦，吼，咱这会当做茶啉，吼，原啉的咸酸甜，嘛会当安怎？控猪肉，昨吼我控一顶猪骹，猪骹多。食草下的猪肉。袂。两卡猪骹吼，两卡猪骹，我咧讲哦，你甲放咧差不多6粒的这咸酸甜，对，哦，这蜜饯啊，6粒哦，正路伫咧放，使用。等于你若咱观众朋友，你若有伫咧控猪肉的时阵，有的人会用这银龟啊，用这那个菜头龙啊，就是讲菜头螺馅烂的吼，咸龟啊，对，咸龟啊。但是你若是甲咸龟啊无用的时阵，甲用做咸酸甜，像我手提一粒，我咧讲吼，爱看你啦，猪骹若较济，你就加落几粒啊吼。迄开的时阵，迄个效果气味是安尼，它有果香味道，完全未臭臭，完全甲你伫咧卤饮龟啊迄种口感是无共款，但是你会感觉讲，哦，这个气味哪会遮赞着？猪肉有迄个水果香啊，对，说不出所以然。咱当然咯，这就是不要做。对，咱有真济这已经拢有改善。你讲，有影咧，我咧吼试过了吼，用这咸酸甜，真正有影，足好势。口感加足好诶，吼。后来谢谢咱的苏小姐咱的文东哥哥苏贞杰，恁上线拢总看到了哈，谢谢大家来。今天的节目，咱头一阶段来准备咱听歌，咱来观众朋友来准备咱点歌吼，来安排6首歌曲，头一首是《快乐的马车》。马车跑过山边，花红柳烈芬芳味。好来，第2首。少女的心声，当明日头扑出来，清风对面吹来。来，第3首《葡萄成熟时》。一丝的离别，用不着悲哀，短暂的寂寞，更需要忍耐。来第4首哦，咖喱小命命。将我爱你的真心藏伫这，
一生一世袂变卦。好来，第5首《落花泪影》。爱情处本是甲暗路，为君前途放暗乌。落花泪影，杨三郎的歌曲。这首歌曲我捌听过，李静美。李静美。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演员，演员甲唱歌，我唔知唱歌遐好听。双栖的，真的很厉害。演员嘛是歌星啊。对对，唱歌非常好听哈。来，对，第6首哈，痛快的歌。你曾经问我，经过几个秋冬，你决定我往哪走？也曾经失落，面对镜子幕后，心中有你牵住我。姜育恒的歌曲6首歌曲，来哦，准备咱来敲电话哈。好，谢谢咱这个徐爸爸、徐妈妈、洪珠姐啊，尤大哥、尤大嫂专线哈，来蔡大姐，准备敲头前的专线8326-317。8326-317。哎，中华关市中华关市加一个控诉快乐的马车，少女的心声，葡萄成熟时，甲你笑绵绵，落花泪影，痛快的歌。以上6首歌曲，8326-317，8326-317，中华关市中华关市加控诉可以哦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就线。哎，来你好，喂，淡水青花姐姐。哎，青花姐你好，哎，气质美女帅哥老师好。来跟我讲话，听得心情我要2跟3。2跟3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青花姐哈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平安啊，谢好，谢。拜。来，文东哥。哎，王林。嗨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来。江林老师你好。好，青铜的。我点第3到第4。第3、3、4哈。没问题，谢谢文东哥。感恩谢谢。来，打的来哦。哦，你两个大家好。嗨。哎，第1首快乐的马车，甲第3首葡萄成熟时。哦，等下吼要点歌哈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来，徐妈妈。啊。来哦。阿母啊，你好，平安。我点4加6。4加6。4加6，甲你笑命命。好，我下开哦，嘿，好，谢谢徐妈妈。喂，你好。喂。陈妈妈。嘉玲。哦。嘉玲，我3号，5月3号哦，去英国吃这菜。我讲哈，我年年。啊，你好。讲妈妈节，阿哥伊个吼，哎，过长啊，哎，长去哪个吃这菜？啊，你啊，不我早就从现在同我去。啊，你，哇，赞啊！啊，不是早上哦，嘿，我买披萨，加做几日。真好啦。阿弟，嘿，我大姐甲阮就第5个人拢去英国。哦，啊，加起唔几千块。食这草。好来，小姐，那你先加做你介绍。几日做个小吧。安尼吼，好，安尼。早上所以。安尼，我你讲，安尼陈妈妈，刷卡才甲我讲就好。啊，咱即摆先点歌好无？欢喜啊吼，好来，倒一首。葡萄成熟时。哦好，我下开哦吼。好，谢谢哈，好平安啊哈，来生日快乐哈。哦，谢谢谢谢，好来，喂你好，坤星哥哥。喂，来大哥较大声嘞哦。3跟4票。对。哦，我下开哦嘿，谢谢平安。哎你好，美小姐。芳玲好，江玲好。陈大姐。我选1跟3。1跟3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我们的美小姐哈。谢谢。好，平安哦。哎你好，尤大嫂。哎，来哟来哟。老师好。嗨。好。我点3个4。3跟4。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尤大嫂。尤大哥平安哦。
哎呦，秀芳，哦，我真久无上线，无打电话啊。哎，秀芳姐啊，江林老师你好，芳妮你好。嗨，啊，我要甲你问啦。哦，好，迄个来阿嫂，来有，等下就是啊啦，哎，等下哦吼，来你等下线卡吼，线卡服务哦，嘿，啊小芳姐等者哦，来5线先甲接落去，喂，来彩文姐你好，彩文姐，我甲你讲吼，好，你讲，你头拄仔你广告就是要卖入室美名对吧？是啦，嘿啦，你哪遐巧？啊，因为我即摆要出去啦吼，啊，我是先甲你讲甲一组来。好安尼，即摆就要甲我加油啊！好，我写开哦嘿。因为我是片罐头，我要去菜园啊！好啦吼，我写开哦嘿，好啊，对，好。玫瑰明仔花，载就到哦嘿，好，拜拜。马过山顶，好，风景真水。好啊，谢谢。来，明仔报就到，好不好？来，喂，张小姐你好。我是2号跟3号。安尼啊。 2号跟3号，好的，没问题哦哈。叔叔为你做安排。哎，你好，广告姐。哎，芳玲好。嘿，雷老师好。阿姐啊，你好。要听倒一首。 2号、3号。哦。 2号跟3号。好，我写开啊哈。 2号、3号。哎，收到哦。谢谢广告姐哈，平安。好，来宾给大哥啊。哎，哦，你好。啊，讲第一甲第二，安尼哦。哎哦，我写开哈。谢谢第一甲第二，哈好，谢谢你哦哈。来，即个目前上侪人点的都是这首叫做《葡萄成熟时》。哦，这首歌曲青花姐、文东哥哥，哦，咱的党的陈妈妈，哦，美霞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哦，跟咱张小姐、关我这所点。来，这首歌方面来给咱献唱哈。起码这个葡萄都当成熟的时阵嘛。会对呢。哦，所以讲即摆是正头啊呢。来甲听这个歌，哦，配合咱就这个咸酸甜啊，对。哦，实在是美味可口吼。真正赞的，对我跟你讲吼，拄只两下这甲咱啦加油。嘿，我咧讲呀，你讲，那你要创啥？嘿啊，免铺陈的对吧？对。所以讲，咱的观众朋友智慧啊，真悬啊。即摆安尼味已经出来啊，很，我咧讲酸甘甜啊，酸甘甜吼。好来，谢谢大家。更需要忍耐，满怀着希望，寄托于未来，用满面笑容，愉快地等待，金色的阳光。要我把头抬，温馨的和风替我把路开，亲亲又亲亲，亲亲又亲亲，别后多珍重。葡萄成熟时，我一定会来。
把头抬，温馨的和风替我把路开，亲亲又亲亲，亲亲又亲亲，别后多珍重。葡萄成熟时，我一定会来。把头抬，温馨的和风替我把路开，亲亲又亲亲，亲亲又亲亲，别后多珍重。葡萄成熟时，我一定会来。首歌曲跟咱观众朋友赶快来做互动，来保鲜盒一样送2个，一大一小，来。来哦，5个字哦，鼓励哦。爱人啊，我在叫你，不知你有听见无？自从你白了后，时常思念你，一片深情梦里，不通来不及。一个一日可爱的爱人，找无你，予阮每日空想是目屎像雨滴，一生幸福永远只望你一个，无你已经日煞分离。小姐，优雅小姐啊，一个出道真受到欢迎的一个歌曲，叫做什么名？拢总5字。哪知影这个歌名、这个歌曲？节目专线电话伫我头前，0483263117的专线电话。
甲拍入来，吼，来本身来参加有奖安尼。来，我即摆继续。优雅小姐啊，真优秀即个歌手啊，所以去要来甲献唱一个《红英红》。伫日本倒转啊台湾的时阵来炸转来，吼，一底做即个歌曲，会改编的歌曲，嘛非常有做即个气味的。我来即摆现主持来甲献唱即个歌。健康，好，我下台哈，立新姐哈，好。我并无反悔，甜蜜的情景在我脑海徘徊，徘徊。今夜的歌声带气味，唱出着离别时的再会，咱两人无缘的情分。永远也不再会。今夜的咖啡带苦味。较苦一杯，苦一杯，窗外的雨水落袂离，滴落我心肝底。过去的过去，我并无反悔。甜蜜的情景在我脑海徘徊。来，第首是3个字哦，三角。咱两人无缘的情分，永远也不再会。咱两人无缘的情分，永远也不再会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，哎，没有那么难哦，3字名。嘛3字尔嘞吼。迄个前的时阵吼，伊要共款吼，袂牵甜。系啊，就这个吼，佫会牵水，回水安尼吼，绵绵的江水咧溢来溢去的，对对对。处理好势，处理袂好势哈。或者啥？迄爱情哦，就无法度去甲放袂记。放袂记。系啊，好哦。来哦，老师一个音乐学院的时阵准备了。我来按依照这个惯例，我来请我一个节目的音乐了后，要来甲公布答案。
公布答案。非常感谢大家，咱的观众朋友配合踊跃参加。即摆现主持要来甲公布答案。来哦，头一首哦。期待一日过一日，可爱的爱情，难忘的爱情。嘿啦，难忘的爱情。难忘的爱情。哦，来第二首哦。今夜的咖啡带苦味，较苦一杯，搁一杯，窗外的雨水落袂离，滴落我心肝底。这首歌叫做《未了情》。来，第一首真侪人点啊。第二首爱情了后，我就甲唱《未了情》。啊，未了情，我咧讲哦，观众朋友唱一个搭配，又较少人又不要紧，没关系啦，好听的歌总是都可以稍微有一点难度啊传唱，嘛不要紧哈。后来，今晚呢，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，来，老师端好你哦哈。来阿芳玲呢，吼，来介绍阮的在地的在地。人人知影迄个咸酸甜。我咧讲吼，顶泉有一个住伫高雄，迄个蒋妈妈，蒋妈妈收到的时阵讲，芳玲啊，我今年92岁啊，来，我毋捌看过吼，迄个恁的咸酸甜有安尼，遐好食啦，逐粒佫拢无籽。好啊，会当卤猪肉，会当泡茶，啊，若干那安尼食的时阵，咱讲这个吼，气味就足好诶。伊讲吼，伊即马拢，若安尼下晡时啊，差不多咧看我的节目的时阵吼，啊，着甲食2粒啊，因为吼老大人消化较无啊好。对。啊，这呢咸酸甜，这会当帮助消化，会当帮助消化啦。吼啊，伊即马若食了，就袂过去积掉了呀，袂去积掉了。所以讲，咱在想的较济。咱在大姊小妹，包括在大哥吼，伊这会当生丁止咳。你若定定喙安尼打涩涩，吼，甚至若打的时阵会苦着无？甲甘2粒啊，对老大人吼足好诶。啊，你而且呢内底拢无籽，搁好吞，泡茶。吼，即内底有迄柠檬酸、苹果酸，抑搁有吼有机酸诶。尤其是啥，伊层吼食落去的时阵，这是酸诶。啊，食落去时会呈现碱性，变成碱性。吼，迄网啊不时甲你定啊，有无？吼，好心不时甲你沾的迄啊，就是你酸性的体质。啊，这内底吼，这内底有一种叫做有机酸，足好诶吼，会当吼生烂安尼。啊，我咧讲泡茶就好啊，有诶真侪观众朋友讲，啊，我都无爱啉滚水，不喜欢白开水，都是安尼白正无味种感觉吼。来。你就像芳玲安尼，哦，甲落2粒啊落去就好，2粒就好啊啦。这个鸡脆搭的效果足好，真的很好哈。后来老师你也准备一首歌曲啦，阿芳玲吼，先来进一段广告时间哦，嘿，谢谢。来哟，日式梅饼来喽！来，咱的日式梅饼吼，真侪咱在时代讲吼，真正有够好食，迄逐个大人囡仔拢总足喜我都讲过，对吼。清朝时代甲即嘛，伊往共款。啊，这梅啊饼先来才好食嘿，因为咱每一粒拢总无籽的，吼，拢总是无籽的吼。而且呢，咱这每一粒拢总是独立包装，真 Q， 你食的时阵真 Q， 真好食，佮袂酸，佮方便。我咧讲吼，你免惊讲咱是大囡仔啥吼，食有籽啊去砸着去吞着，拢唔惊哈。而且你就知影讲梅啊，伊就是心丁止咳会生烂，佮煞落吼，咱个喙焦，有当时啊喙正正，老大人上好。有当时啊吼，老大人啊，会安尼下到时啊时阵，啊讲爱佮喙正正啊食袂落，啊是讲食饱的时阵。食饱的时阵吼，讲哎哟，我拢拄掉了对无吼？这上介好吼，梅啊内底有柠檬酸，
哦，有咱苹果酸、有机酸成分，会当消毒疲劳，食落去的时阵精神嘛会好哦，恢复体力，而且会当帮助消化，哦。我咧讲吼，喙烂水若愈侪时阵，消化就愈有帮助啦吼。尤其是咱若胃肠无好的人，会当强化咱的安那胃肠，胃口无好，你胃肠无好嘛。所以讲，伊咧食落时阵，互你胃口变好，就是安怎强化你的肠胃啊。是。吼，对咱的胃足好的吼。内底有酵素、纤维、维生素 A、B1、B2、C、矿物质、有机酸拢总有啊哈。梅氨酸。梅氨酸上介好。要泡茶，要控猪肉。要卤猪骹，直接甲放5、6安尼落去的哈，甚至泡茶的时阵甲放落，就叫做梅子绿茶、梅子红茶。迄即摆少年啊，一届去买的时阵，安尼一杯讲啦，50、60块啦。阿嬷，咱这爸爸妈妈毋免你即摆甲冰一杯啊，甲冰一罐安尼吼，放咧冰箱，随时转来大细汉拢总会使哈。来，今仔要安怎卖？啊，我讲阮这是外销日本的日式梅饼啊吼。上盖高级的。这一包。咱咧外销日本的时阵咧卖一包就是390块，是390块哦吼，注意听哈。啊，2包的时阵就偌济啊？哦，2包的时阵就780块啊吼。来，咱今仔日吼无卖你，无要已经电话拢总入来啊哈。来，今仔日吼，咱的组合哦，你甲我买2包，再加上2包，买2包，咱起码就是一个组合就是4包了哈，1580块，1580块，买2+2哦吼，咱多1580块对无吼？今仔日因为我咧讲吼，在地这秘诊到那个江林老师的故乡吼，阮故乡的物件，正港园林人哈，买来故乡，完全没有，要互恁上盖好食，对，最好吃的吼。未拍出来，未拍出来，你来电话卡最后一年。系啊，都买啊，伊讲我买过啦，买对大组好来，我做起来都。今仔甲咱做文交代的时阵吼，买4包。放咧1年，1580块对无吼？电话卡通的时阵来哦，买4再加送4包啦，我今仔买落8包啦吼，8大包，1580块，1580，来哦吼，老师较细声嘞吼，好，1580块，互你摕当拢总8包。大包啊！你观众朋友来问我方玲讲，这内底到底是炒几粒？差不多30粒左右啦吼。今仔买一组，我搁送一组，等下8大包，1560块啦，毋是80块吼，1560块啦哈。来，080081810800815181，因为足侪时代咧甲我讨讲，方玲啊，当阮来7月半的时阵吼。啊，又要普渡要拜拜，啊，你门啊，佫会囥的呢，啊，佫迄大人囡仔吼，阮咧孙亲父啊，转来吼，啊，查某囝转来时阵，大家拢总足喜欢食，啊，恁来拢无咧卖哈，来哦。这无不是有的哈。今仔日吼，上青多到位尔哈。今仔日组合8包，吼，买一组，我再加送一组哈。1560块，啊！我即摆开始要来接电话啊！吼，喂，你好，来玉珠姐姐哦，我要一组，要一组吼，好，我写开嘿，当时会到，来按2工内底了吼，当时会到，奥利哦，嘿对吼，甲你写开哦嘿，谢谢哈，感谢哈。来，迄日本人上喜意的啦，这种外销日本的，伫日本咧卖时阵都无俗啊哈。卖恁上介绍，恁今仔买一组，我送恁一组啊啦哈。来啊，琪姐啊，阿四姐姐你好，好，要一组哦嘿，好，我有8包，8大包哦，1560块哦嘿，好，谢谢，喂你好，我这迄落买一组，安尼吼，要一组吼，啊这哦，吼，我先甲你写开，等下甲你问主旨哦嘿，好，我8买呢，8买个，跳无出来，好，我知影吼 ，OK， 谢谢，来，0800810810815181，观众朋友，那方林刚林咧介绍咱去做日式美饼，你信任我，因为吼蜜饯抢多伫咱公司的窗仔卡甲看出的时阵，咱拢蜜饯场哈，所以讲是用全国上介好食，品质上介好的100多年的老公司啊哈。来生产的，所以讲观众朋友你做你放心来。金德大哥，金德大哥，你要一组吼？
无啦，买爱2组啦。买2组，哦，嘿啦工人讲伊2组要搁加1包互你啦，安尼多17包啦，嘿，吼，17包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 2组哦，嘿。 8包搁8包，吼，搁加1包，安多17包，吼，17包啊，嘿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。我订一组，你无甲问第时要到位。哦，我咧讲吼，第时后日才会到哦，嘿，后日嘿，对，你有订啊吼？好，谢谢。来，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吼。哇，规个拢总满线，来，老师你来唱歌，吼，来准备唱歌。来，电话互咱共款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。0800用我的8个0800815181。我咧讲吼，日本人上喜欢，大家阮若咧，我咧讲吼。 在咧甲咱订的时阵，一届拢规伙规伫咧订的啦，吼。好，喂，你好，美玉姐。重点哦。美玉姐，一组吼。好，我下凯哦，嘿，谢谢背包哦，嘿。来哟，吼，介绍大哥你好。谢谢。哎，你一组迄美。哦好，下凯哦，嘿，奥利高，嘿，来哦。谢谢，感谢。喂，阿姐哦，要一组吼。好，啊，等一下，甲你下凯哦，嘿，谢谢，好。来哟，小芳姐。马上甲你去。喂，小芳姐哦。 帮你对吧？嘿，对。哦，啊，我要一组。要一组啦吼，8包嘞，8包。一组8包哦，吼。嘿，啊，1560块哦。 1560块哈。嘿，啊你拜托你甲伊讲叫伊中昼12点啊送来。啊，较准12点没问题。没问题哈。到下晡3、4点迄唔通。好，谢谢，我知哦哈。好，OK，好，谢谢。来哦，德清大哥你好。哎，我来，再麻烦要一组吼，好，我下凯嘿，好，谢谢你哦哈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喂，大哥啊，你好哈。好，我下凯，等下再甲你问主持哦嘿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哦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115台吼。嘿，对。我要来唱这个车站的小编无紧，好来。嘿。哦，还有时间吼。这款的做这你都，咱做这个梅啊，伫咧食的时阵吼，咱就说胃口歹。比如讲你不时咧食药啊，喙拢焦焦对无？老大人喙拢焦焦，较袂生烂，食这就对。这完全拢无色素，吼，纯天然的。你咧食的时伊会生烂，安那？好来，这生喙烂的时阵吼，咱就好吞。喙烂的时阵，伊就是做这个酵素，落到腹肚的当中时，才袂堵掉。吼，要做这恢复这个疲劳。梅啊内面的时阵，这柠檬酸、苹果酸、有机酸这个成分，伊就会当消除疲劳。 会当恢复这个体力，互你胃口好就对，安尼，佫会当亢奋。好，谢谢你。这个兴奋的时阵有这个酵素，有纤维，有做这个维生素，有这 A、B1、B2，呀，这 C，佫有矿物质，佫有机酸、梅氨酸，你本身这个梅啊，你甲摕2粒啊时阵，来甲煮菜，你敢知？煮什么菜咧？控猪肉，迄个猪肉猪膏味，迄猪膏味啊，拢无去。 你也叫咱这，迄个外心性呢？咱咧一种吼，咱咧煮像这海产的时爱掺啥？爱滴一寡像这醋，生醋安尼。你甲掺个梅啊吼，甲掺半粒1粒就好啊。迄海产的臭臭味的时阵瞬间消失，佫而且佫提味，佫会较甜，足好就对啊。 好来，谢谢。我咧讲哦，观众朋友真正是足好食。你毋捌食过讲吼，安尼一粒内底是无籽的哦，吼，而且呢，伊是独立包装。什么叫做独立包装呢？每一粒拢总一个袋啊，安尼很喏方便性。吼，咱若出门的时阵，你要甲人分享啊，好，裤底啊袋2粒啊。像讲我若去运动来讲，我拢安怎行会喙焦，要炸水佫无方便吼，我就会。 口袋因为公园多伫附近呀，所以讲我口袋都会带2颗。好，啊你若感觉真正喙焦的时阵，我咧讲啦，人讲吼望梅止渴就是啊，你咱搁食落去的，当然嘛止喙焦，迄啊甲咱咧拍开，这个味真正是。重点是这个梅啊吼，对咱帮忙足大。你若生成的体质，较会去控，这个叫做北内面西头发尾。 改变体质，互你这个生成的体质变成像这个中性的，安尼，唔惊满糖，
嘿，碱性哦，对吼，所以讲来观众朋友，真正就好食。啊，你若讲吼卤猪肉啦、泡茶拢总真好哦，吼。来，今天是买4包，咱搁加4包，4是包，特别清楚的哦。特别清楚的哦，吼嘿。电话继续恁卡，老师唱一首歌哦。咖喱来，等下呀先来有奖。来。来哟，今仔哇，郭秀芳嘞，秀芳姐，恭喜你哦！谢谢。来，音乐赶紧走落去。好，恭喜哦哈，咱郭秀芳姐姐哈，来啊，咱电话呢继续，咱观众朋友来卡，我们这次8大包哦哈。将我爱你的真心藏伫这，一生一世袂变我。将我对你的真情刻着名，内面有你也有我。乌条双飞是咱的情纸。无论红尘天地有偌宽，相扯相陪做阵行，画出感情线。窗外雨声满天的形影，思念着你的名，爱你的心为你梦牵挂。阮的心只有你知影，不甘放你离开阮心肝，永远要来甲你惜命命。将我爱你的真心藏伫这，一生一世袂变我。将我对你的真情刻着名，内面有你也有我。乌条双飞是咱的情纸。无论红尘天地有偌宽，相扯相陪做阵行，画出感情线。窗外雨声满天的形影，也伴思念着你的名，爱你的心为你梦牵挂。阮的心只有你知影，不甘放你离开阮心肝，永远要来甲你惜命命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今仔准时收看咱记得跑歌声。来，记得跑歌声的节目，咱小等录节目了后，工人甲芳玲共款伫线下继续甲你做服务。哦，啊，咱今仔日有特别加码，对吧？吼，啊，今日啊，吼多教会尔，啊，互咱观众朋友等足久的，吼，等足久的，吼，咱园林的蜜饯哈，咱这咸酸甜，全世界上介好食的，线下电话继续互恁卡，谢谢。
叹我好写满天的形影，夜半思念着你的名，爱你的心为你梦仙歌。阮的心只有你知影，不甘放你离开阮心肝，永远要来甲你惜命命。纷纷讲起来，我是一个养活不测的人。初次家船来到这个所在，受到迄个姑娘成婚的招待，我内心的欢喜实在讲不出来。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东又飞西，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。伊的内心一定也会知影。恋恋不舍，码头惜别，何时再回来？是实在，虽然初次对这来是真交代，因我对恋恋不舍，离袂开，心是海鸟，才着来离开。快乐，安爱我回来。想要对伊讲我。
出招要放好袂记你，有情绵绵绵，你较想也是你，明知你是用花水性，因何偏偏对你钟情？想你，想你，想你，怎样我又搁想起心淡暖的旁边，青春梦断。想起目屎。